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今天大家好，我是云酸。创啥啦？对啊吼，又唔对啥啊？恁大家一定拢感觉我一开始就咧唱歌。咱这个月是咧讲歌谣嘛，最好听的歌谣，唱到今麦的歌谣。所以一开始大家拢会认真，一开始要唱这条歌。其实这摆是换我唱啊。唔通，我来唱就好啊。你免，我来唱就好。那拢不让我表现的机会。我跟你讲，咱顶一集是讲到望春风。风对。我甲你讲，你知影顶摆就是咱望春风播出去的时阵，都有网友伫下骹留话，伊就讲，恁顶一摆是讲四季风，啊，即摆讲望春风，安尼即礼拜是毋是要讲月夜秀，还是要讲乌鸦花？敢毋对？怎么这么简单哦？你摇着。你看，难道第七遍变无网啊？你看你今仔日要讲啥？咱今仔日要来唱这条歌，叫做《乌鸦花》。来。乌鸦花，乌鸦花，秋风雨吹落地，无人看见美丽远切，花谢落土不再回。是这条乌鸦花，还有月夜秀，伊毋但拢是丁武宪先生写曲，另外伊嘛是周天王先生来写词的。是。毋过要甲你讲一件代志，你敢知影乌鸦花其实毋是周天王先生写的？我知，伊的词原本是日本时代一个文学家廖汉行，伊写迄条歌本底叫做《春天》，种囡仔歌迄种感觉。本底《春天》这条歌的歌词吼，伊本底是写春天到白花开，王窗尾白毛呢。这边几丛，迄边几枝，开甲真济，真正水，真正水。变一个足欢喜的歌，所以你看这个旋律吼，偌厉害，配无共的歌词，唱起来吼，你袂感觉怪怪。而且其实听讲，就是这个廖汉行先生，伊写这个词了后，就交予丁武宪，后来到周天王先生接管哥伦比亚这个唱片公司的时阵，伊搁重新来填这个词。因为伊想要这条歌较流行一点啊，有一个对台语歌做有研究的一个老师叫做曾永明，伊捌亲身讲过周天王先生对这条歌写词的看法。伊这条歌吼，其实伊是写一个川歌，一个川歌，伊为庄脚甲都市去迄发展的时阵，哎哟，拄着一个查甫囡仔，伊足介意的，两个人相爱，想袂到这个查甫囡仔，伊是一个爱情的骗子。伊是一个无情郎就对啊啦，爱情的骗子，结果吼，这个查甫人吼，足伤心的，这个川歌足伤心的，伊就坠落烟花地，就是伊一个女性拄着一个不幸的代志来写这个诗。其实我感觉我上细咧听这个歌词的时阵，伊毋但是咧讲这个女性的命运是真悲惨，搁去想会感觉讲，其实伊敢若嘛是咧暗示台湾伫迄当时的这种命运。所以吼，你看着这吼，这歌词吼，足侪国家拢有无同的语言。像喺日本吼，日本时代伫第二摆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就捌互改做军歌。啊，而且吼，除了这条歌了吼，佮有另外一条华语的歌叫做《夜雨花》。啊，其实吼，佮有哦，香港一个足有名的作词人叫做林夕，伊就甲伊改做另外一条香港话的歌，叫做《四季歌》。四季歌，这四季歌吼，写起来迄种词的感觉吼，就跟原本的版本的《春天》廖汉行写的这条歌吼，迄种感觉足共款的。毋过讲到这，前一阵仔真穿的迄出戏《华灯初上》，伊嘛有经这条乌鸦花。哦，对，因为这条歌吼，本底就是写一个查某囡仔悲惨的处境。华灯初上的因迄主角群吼，迄个查某囡仔吼，拢是伫酒店咧做工课嘛，淡薄迄种感觉是相共的，处境迄种处境甲而且感情敢若拢无讲真顺。我讲有兴趣的人吼，你当去听这几条歌去听。你感觉真正足好听，而且足歹唱的。你看我常常唱到安尼哩哩啦啦，我自细汉听到即马唱到安尼，对啦。所以去听看卖，你可能吼伫现代听，你可能有同款的感情。也毋过这条歌为以前写到即马呢，遮尔长内底的时间内底，佫有遮侪人会当摕到种同款的感觉，然后甲这条歌安尼流传落去。你看这条歌有偌厉害，而且足侪无共的版本，你会当去看你上介意倒一项。安尼后礼拜敢佫要讲月夜秀？咱可以看卖。后会这个时间继续收看，大家一起认得，拜拜。